勁啊！琴日三支我已經見到啦。斯里蘭卡會唔會出埋第2啊？道邊頂到。咁啊，呢個項目呢，國家隊冇派代表喎。咁啊，首先喺第2線呢，就係印度就係尼泊爾嘅卡基，第3線就係卡納爾嘅塔利布，第4線就係伊朗嘅卡馬雷，第5線哈薩克選手沙耶夫，第6線渡邊敦貴，日本選手。第7線印度嘅另一位印度嘅選手係莫加尼啊。咁而斯里蘭卡嘅運動員啦，就喺第8線，第9線呢，就係阿聯酋嘅法基希。實力都好近，未必話睇日本嘅選手啊，渡邊敦紀同埋印度嘅運動員啦，莫加。咁一個第6線，一個第7線啦。咁睇下你哋開圈嘅情況點啦。哇！啲速度好快啊！因為我頭先都經常提及呢個位啊嘛。咁呢個位咧，大家知道噶啦，一俾人哋 cut 埋去咧，就蹬下蹬咗落去，開得好快哦。道邊就一定係搶放噶啦。咁外邊線咧，亦都斯里蘭卡嘅。斯里蘭卡選手咧就佢係個1000米咧就冇跑完啊！我諗佢都係流力過88啦，咁所以咧就好冇有力嘅，唞埋，速度上咧都相當之快啊！拉開咗後邊都幾遠距離嘅。而家頭339秒，係啦，咁即係53開圈，53開圈咧有機會跑1分48嘅。咁但係呢度咧就大家又唔急啦。拖翻慢先，留一留，冇錯，真係53啊！咁會唔會148啦？睇睇，因為印度選手咧，莫加咧就係去外。勁啊！琴日三支我已經見到啦，通常都係臨尾衝得好快嘅。斯里蘭卡會唔會出埋第2啊？道邊頂到。斯里蘭卡會唔會出埋第2啊？道邊頂到應該。頂唔到啊！銀牌都頂唔住啊！俾人追真係148，不過係人哋148，唔係佢跑148。勁啊！都好嘅，呢個風氣就唔好為咗爭金牌咧。呢度都未知鹿死誰手啊嘛！不過見到日本選手擰頭都驚驚地噶啦，好輕鬆。好似哈薩克個高路咧，殺咗一段冇晒。係印度選手望一望外邊啊，唔望裏邊啊，都知道過硬你啦。斯里蘭卡嗰個擋都冇得擋，泵到落第5，睇先嚟第2。我過咗啦，由第5追上第2或者最後100米。應該 PB 啊，冇錯14922，犀利。咁啊，有202129啫嘛。今日咧咁多觀眾現場，最後一日嘅賽事咧都坐咗起碼一半人。而林佩萱呢，就係100米欄14秒85跳。好啦，而家現場介紹咧就正式嘅單項女子800米啦，運動員進場啦。係啦，咁我哋香港隊嘅林詠姿啦，呢位咧就伊朗選手係呢個賽事嘅，都係一個實力分子嚟噶。佢報翻嚟2分14應該唔使嘅。咁啊，越南選手2分13嘅，12嘅最好成績。咁啊，留意呢個啦，呢場賽事咧就。亦都係熱門之一嚟嘅，斯里蘭卡嘅運動員咧，馬杜拉係啊，佢1000米係攞咗金牌㗎。咁跟住中國嘅鄧月咯，鄧月咧就 PB 2分5秒6嘅，好犀利。咁呢個後邊一個仲犀利喎，日本嘅選手啊，2分4。咁佢嗰個1000米冠軍都應該好有實力㗎。1000米後邊咧後程衝出去好快嘅。咁啊，睇下林詠姿咧喺第3線可唔可以搶到好位啦？咁啊，我經常都提啲運動員啊，頭100米係相當重要嘅。好啦，6、7、8線就重點所在，而我哋打氣嘅咧就係第3線香港代表啊。係啦，咁一出嘅時候咧就呢個彎位好緊要啦，因為對面就會 cut 線嘅。
咁睇下前邊先，呢個斯里蘭卡嘅佩馬西里啊，走咗出嚟少少，先。鄧月都加速啦嚇，希哇！望呢個位好跟住緊要啊！咁啊，林詠芝咧就果然咧跟翻教練嘅指示，盡量咧就扼住喺中間呢度，唔好俾人扼埋佢，一埋佢好麻煩。哎呀，係啊，但係伊朗嗰個運動員就就夾硬扼翻佢，就係千唔可以啊嘛，調轉頭你得佢，佢唔得啊！而家哇29啊，開開29相當快，好快好快有快嘅步速咧就冇問題嘅，佢留後少少，反而嗯搏前面啲人散啦，唯有。咁前邊咧日本選手咧就佐木咧就走咗出嚟先，哇，馬哈杜拉都夠快，佢仲要再爬上嚟啊，好急喎！係啦。鄧月就即刻唔敢怠慢啦，你走我走啦。鄧月因為佢係知道唯一嘅最強對手就係佐木㗎啦，所以呢佐木啲就冇得留㗎啦嚇。係咁啊，林詠芝咧，其實呢個位啱佢㗎啦，只係前面太癲啦，1分2秒幾，佢係1分3秒尾到啦。對佢嚟講超快㗎啦，因為佢係2分15嘅實力嘅啫。前面咧就猛咁走啊，2分15走個分3開頭就後邊好金㗎。日本選手啊，佐木就佢同鄉咧就久保林咧就1分59嘅，咁可能咧將個800米都太帶起咗個氣氛啦，所以咧佢沿途帶 PB 係快咗少少2分1秒60嘅。咁啊，同埋細隻，即係佢好盡力㗎啦。佢喺彎路啲盡力跟，佢都唔敢抽出嚟啊！知道前邊好快，但係再出直路咧，個膊頭都緊啊，放唔鬆個人。好啦，揦實晒，睇睇林詠芝可唔可以打破到佢自己保持嗰個香港 U18紀錄啊！但係我都唔記得咗係2分15秒嘅，因為佢未跟真啊。係2分15秒佢 PB 唔45上